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一聊美債啊，因為現在美債影響我們的資本市場，不光影響我們，影響全球的資本市場。這個狼來了啊，隔一段時間它就會來一次，隔一段時間會來一次。那麼今天我們根據這個中文網，還有一個就是日經中文網，這兩個媒體關於美債的一個報道，我們來一起聊一聊。美債劇烈震盪會引爆全球金融危機嗎？最近財經圈炒得特別兇的話題就是美國國債。最近刷財經內容你肯定能刷到不少的關於美債說法，說美債馬上就要崩盤了，40多萬億的大炸彈要炸，直接把全世界拖進金融危機。說實話看着人心裡慌慌的，尤其是那些沉浸在資本市場的人，如惊弓之鳥那美債到底發生了什麼呢？是不是真的就要崩？如果它出問題，咱們普通人的錢袋子會受到什麼影響？我們又該怎麼去應對？所以咱們今天就來聊一聊這個美債。先把時間錨定在2020年8月下旬，今年這個大半年美債市場可以說做了一趟過山車。年初的時候市場還在賭美聯儲馬上就降息，对吧？這個大家都記得那時候美債行情一片向好，結果幾個月過去了風向直接180度大轉彎，通脹反彈，大家又覺得利率要繼續維持高位，甚至有可能還要加息，就降息周期還沒走完呢，要走加息周期。拿大家最常拿來當风向標的10年期美債舉例子，收益率來回大幅上蹿下跳，整體往上漲了70多個基點。當然這個大家都知道美債的價格和收益率它是蹺蹺板的關係美債價格下去了，收益率就上來了；美債價格上去了，收益率就下去了。大家都去搶債券的時候債券的價格就漲，價格一漲，收益率就跌，对吧？就達到一個平衡。那麼大家都瘋狂的拋債券呢，那價格就跌，價格一跌，收益率就往上衝。那現在那個收益率一路走高，那至少你通過收益率走高，就能發现市场上人家是把債往出賣就是叫拋售美債這麼個事兒。那這大半年的行情，我們可以簡單的分成3段。第一段，年初到2月底。那個時候市場普遍預期美國通脹已經壓得差不多了，美聯儲很快就要開啟降息，資金紛紛跑進美債，債券價格走高，收益率一路下降。10年期美債最低到 3.94%，30年期也跌到了 4.61%， 這個也是今年的最低點。但是好景不長馬上就來到第二段。3月到5月份，中東那邊地緣衝突突然升級，原油直接大漲，大宗商品跟着集體漲價，通脹一下子又死灰復燃。美國的 CPI 從2月份的 2.4% 一路衝到5月份的 4% 以上。那這裡面就出現一個矛盾，這個矛盾也很有意思。美債傳統意義上是避險資產，打仗出事大家都買美債避險。但這一回通脹恐慌蓋過了避險的需求，投資者一看通脹又捲土重來，持有長期債券很吃虧，於是集體的拋售美債。通脹預期上來了，對不對？你持有美債那你跑不贏通脹，那美債趕緊拋吧，是這麼一個邏輯短短幾個月，10年期美債收益率從 3.94% 就到了 4.68%，30年期更是到了 5.19%， 市場直接被震懵。緊接着第3個階段，6月到8月，通脹降不下來，美聯儲的態度也變了，不再給市場很明確的未來指引。之前大家都盼着年內降息，到這個時候預期直接反轉，覺得高利率要維持很久，搞不好還再加息，美債收益率又一波往上衝。眼看長債收益率太高，市場流動性快繃不住，美國財政部這個時候他出手了，擴大國債回購規模，
拿錢進場拖市場。這個市場就是市場經濟，這總有對手盤，不知道大家能理解嗎？就是美國財政部這時候站出來之後啊，他就變成了市場的對手。哎，你財政部什麼態度啊？你想維持在30年期，想維持到5億以下，那是不是只要你政府有這個意願，那是不是很多這種資金啊，他馬上就揣摩你的意思，他就成了你的对手盘。這個美國財政部啊，貝森特出手啊，20億回購這個債券，還不排除40億，後面還增加，把這個10年期以上的長債收益率給摁下了一點，但是這個啊，一共就維持了48個小時，又彈回去。所以說總結一下，今年美債來回剧烈震盪，最直接導火索就是中東衝突推高油價，把通脹也给拱起来。這就是特朗普現在為什麼要韜光養晦啊，這千萬不能通脹再上了。所以朗子怎麼挑衅啊，他就不打了，他就是經濟制裁，對吧？然後在伊朗那邊搞了一個啊，霍爾木茲海峽的南线，晚上有美軍護航，偷偷的往出運油，幹這事了啊？為什麼呢？你看看，叫動一發而牽，牽一發而動全身啊，對吧？這朗子那邊一打起來，如果中東的這個油再出問題啊，那油價又在漲，通脹又起来，問題又來了。再加上啊，美聯儲現在不把話說死，不給市場明確方向，市场就開始各種猜，波動自然就會被放大。還有一個現實問題啊，就是美債總規模已經摸到了將近40萬億美元，盤子無比巨大，海外買家買盤的增量又跟不上，沒有那麼多買家啊，大家買長期債券就會要求更高的收益補償，進一步推高長端收益率。哪怕美聯儲基準利率沒怎麼動，長期美債照樣上竄下跳。那很多人啊就要拋出那個靈魂拷問：美債啊都鬧成這樣了，會不會直接崩盤，引爆全球金融危機？網上有很多財經博主都是這麼判斷。我們先看幾組比較嚇人的數據。美國國債總規模已經突破40萬億美元，從30萬億漲到40萬億，只用了4年多。債務是吧，越滾越快，滾雪球不是雪球越滾越大，關鍵還越滾越快。債務占 GDP 比重超過120%，現在利率這麼高，美國政府啊，光每年付利息，就國債利息啊，每年付國債利息就突破了1萬億美元，那40萬億嘛，對吧？這個數字甚至已經超過美國的國防預算，就是美國你給借的錢付利息就超過國防預算。每年一大筆財政收入，啥也不幹，先拿去還利息，所以這感覺就不怎麼靠譜，是吧？是不是感覺隨時要爆雷啊？另外啊，還有2個海外的大買家一直在被大家拿來討論，一個是中國，另一個就是日本。先說中國啊，這些年中國一直在減持美債，這個是實打實的數據。最高峰的時候，2013年我們手裡有1.3萬億美債，而現在呢，只有6300多億美元啊，這美債也就是降了一半啊，這個已經近10年的新低。但是啊，中國減持這個美債啊，它不是恐慌，是砸盤跑路，屬於這個啊，它是長期的一個叫去風險操作，也就是你的這個外匯結構啊要調整，雞蛋不能擱在一個籃子裡面。你以前是擱在一個籃子裡面，就是美債，主要放美債，對吧？現在雞蛋它都放幾個籃子，比如黄金，央行对吧？這1年還是2年就一直在不停的增持黄金，實際上就是對沖嘛，對吧？這個也就是屬於把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這個一個手段啊。就是美債市場啊，是全球流动性最好的市場，最好市场，那你也不能全部吃进啊，就这意思啊，你不能把鸡蛋擱在一個籃子裡面。所以這個最好的市場，每天幾千億美元的成交額，所以說我們減持啊，就是長期慢慢減持，不會直接導致美債崩盤，就這意思。但是啊，日本就有點不一樣了，日本它不是調整結構，它是這一次遇到問題了。日本是現在海外最大的美債持有者，手裡還有1.1萬億美債。現在日元貶值壓力很大，如果日元跌得太狠，日本政府就要出手干預匯率，辦法就是拋美債回了美元，
然後用美元買日元啊，就是基本操作，买日元，对吧？日本央行把手上的美元，把美债换成了美元，对不对？然后美元拿去扔出去，买日元回来，这樣它这个日元的匯率就能拖住啊。上一次不拖到150多嗎？後來又不行了，對吧？連美國財政部都出手幫日本拖啊，拖不住啊。中國是慢慢減持，市場有時間消化，但日本如果被逼到這一步啊，就是短時間大批量集中甩賣中長期美債。一下子大量債券湧到市場，供需直接失衡，收益率會瞬間暴力拉升。美債收益率一爆，全球股市各類風險資產都會跟着遭殃啊！不光是直接賣債，如果日本央行為了保日元選擇加息，日美利差也會縮小。過去盛行的日元套利交易就要大規模平倉，日本國內的養老基金、壽險公司會把海外美債賣掉。錢拿回本土，形成第二輪拋售，雙重壓力砸向美債市場。這就是日本央行它的就是左右為難啊，要麼是拋美債換美元買日元來拖，這也不行；要麼就什麼呢？要麼日元加息吧，日元一加息，日元稍微強一點是吧？那這就會導致在外面的飄着那個日元要回來，那人家也是要賣美債。所以說啊。到這一步啊，這個風險聽着確實很嚇人，但很多專業分析也提到啊，其實美國這邊還有不少對沖的手段，並不是啊坐以待斃。日本干預匯率的時候啊，優先會動用手裡的美元的現金儲備，或者拋售短期國債，盡量不動用10年期這種關鍵的中長期美債，對核心市場衝擊就小很多。退一步啊。如果真的要動用中長期美債，也有方案，就是美聯儲的給的方案，就日本拿中長期美債去找美聯儲抵押，美聯儲給他美金，啊，他這不是在二級市場拋售啊，他是押給美聯儲借錢，美聯儲就給他美金，那不就一樣了嗎？那就拿美金去買日元，穩住匯率，這避免到二級市場砸盤。美國財政部也會協同出手，一起干預匯率。盡量避免日本被逼到瘋狂賣長期美債那一步。還有一個啊，很多人經常說的邏輯，美國債台高築，欠錢太多，還不上錢，直接違約。但這裡要分清一件事，名義上的這個硬的違約啊，概率幾乎等於零。美債是用美元計價的，美聯儲掌握美元的發行權。簡單粗暴的說啊，只要願意。就是我們說通俗的，就是美聯儲啊，它完全可以印美元把這債給還了，它也不會違約。但是這麼做呢，代價很大嘛，印錢還債代價巨大，會造成通脹，美元貶值。但至少不會出現沒錢還本付息這種硬違約，是吧？如果你看一看美債持有結構，你就知道美國人不會亂來。為什麼呢？因為美國人才是美債的持有的大頭啊。剛才說了1.1萬億，對吧？6000億，這還是這個就是美債海外持有者大頭是吧？大客戶1.1萬億，6000億，人家40萬億呢，你這才多少啊？對吧？是人家零頭嘛。所以大頭是誰啊？美債真正的大頭是美國人自己啊，他自己害自己是嗎？所以說啊，也不用擔心說美債違約啊，美債不還了，或者美聯儲亂這個印錢去還。通脹這都不會，所以說叫什麼呢？不要杞人憂天，不要擔心說美債真的會崩，但是他老是說崩就難來了，這個就嚇人。40萬億美債不是外國人說了算，美國國內的基金、銀行、養老金、普通老百姓持有大概一半，美國政府內部各個信託基金占20%，海外所有者加在一起只占30%。而美聯儲本身就是最大的美債持有者，海外單一國家沒有能力單方面把整個美債市場搞垮掉。那很多人說啊，現在美債收益率破5%，太高了，要出事。但往前倒20多年，就20多年前呢，美債長期收益率本來就在5%以上，那時候啊也沒有說世界末日。過去10幾年低利率反而是歷史上比較特殊的階段，只不過是啊，這短期這美債收益率突然上來，
對吧？創了這20年新高，這個變化讓資本市場警惕，讓債券市場感覺到異樣，對吧？大家警惕起來了，這是個變化。所以綜合這些啊，主流觀點認為，短期直接崩盤，爆發全球性金融危機，這個場景啊，目前看着概率不大。但是啊，這不代表啊就萬事大吉，它不會一下子炸掉，不代表没有長期麻煩，這是兩個事。所以我一直說嘛，狼來了，狼来了，他老是喊，總會對資本市場、債券市場產生影響。而美債現在最大的問題啊，就是它這套借新還舊，這個還能玩得下去嗎？就玩了，它利息都已經1年1萬多億，什麼时候利息2萬億美元？你說它這個債市它滾了，越來越大呀，对吧？就是它這套玩法讓人覺得它遲早要出事。當國債的利息率啊高過美國經濟本身的名義增速，債務就會像滾雪球一樣指數級的越變越大。現在每年利息已經破萬億，就說通俗點嘛，就是美國政府它怎麼能讓那美債啊縮小規模，或者不動了不變，對吧？就穩在這兒，你發新債還舊債可以，你發了最後你永遠是停在40萬億那也行。它是在增，而且它現在增加的速度还越來越大。核心原因就是美國政府啊，它还那個利息都吃力夠嗆，是吧？利息還不上，那利息又变成本金了，那這個債不就越滾越大？何況這個美國政府它舉債能力是越來越強啊，什麼地方都要花錢，都要借錢去花。現在每年利息已經破萬億，財政收入被利息大口吞噬，政府只能不斷發更多的新債來償還舊的債的本金和利息，陷入惡性循環。連利息都要發債還的時候，那你就不行了，是吧？那是不是就越滾越大？這個遊戲能玩下去的前提是全世界還願意持續接手美元資產。如果美聯儲動不動就變相印錢買債，稀釋債務，美元購買力就會往下掉，那全球各個國家就會更加想要去美元化，增持黃金這類實物資產。就是你越這麼整，那人家越拋美債，對吧？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嘛。所以美聯儲他不敢輕易的說我就放水，我就印錢去還債。所以可以得出一個判斷，美債不會一夜崩盤，但是美債大起大落的劇烈震盪會成為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常態。這就是我說的啊。以前大家做資產配置有個經典的組合，股票配一部分，再配長期美債，股市大跌的時候美債就會上漲，起到一個对沖避險的效果。但是啊，現在環境變了，高通脹、債務膨脹疊加，這套老的打法效果大打折扣。那到我們普通人怎麼辦呢？普通投資者的角度啊，面對這種新局面，我們的資產到底該怎麼調整？這裡呢，我給大家啊梳理幾個思路，就是我從那個日經中文網 FT 中文網啊，這個第一個啊，固收類，也就是債券這一塊啊，不要再去死鎖定長期高固定收益。簡單的說啊，少碰10年期以上的長期美債。現在美債曲線陡峭化，拿長債很容易吃資本虧損，更多去看短久期的高票息的品種，1到3年期的短債、貨幣工具、浮动利率債券，也就是我們說通俗的，就是如果你真要玩的話，咱們要靈活，對吧？配这種短期的債券啊。第二個呢，股票這一邊呢，思路要變，也就是現在資本在這個長期美債啊利率高企的這種情況下，那麼這種科技股、成長股，它的估值就要受到壓制。所以那我們就不能去追這種講故事的成長股，反而要看那個現金流扎實，就是每年都有分紅，而且每年盈利都不錯的這種高股息的這種標的，那沒辦法。然後你還要去關注那些抗通脹板塊，你哪些板塊是抗通脹的？當然了，這個媒體他也說配置一點避險另類資產。什麼叫避險另類資產呢？就是黃金。他建議拿5%的倉位配置黃金 ETF 或者是實物黃金，用來对冲美元貨幣購買力被稀釋，還有地缘冲突这种
突發黑天鵝風險啊。但是這是媒體建議啊，拿5%的倉位去配黃金，我覺得完全沒必要啊。他還說實物黄金，你實物黄金你買了個金包铜，那不完了嗎？實際上媒體說第4個啊，說手裡一定要多留現金，至少總資產10%到15%的高流動性现金或者貨幣基金，這個才是對的啊。所以存銀行才是你的真正的選擇。牛馬來說啊，你愛怎麼整怎麼整，反正我就存银行。說萬一後面出現市场恐慌性暴跌，手裡有錢才可以撿便宜籌碼，也不要全部壓美元資產。什麼叫美元資產？那不就換綠票子嘛，換一部分，對不对？放在那兒。当然了，有人做的更精細啊，他這個換，对吧？他非紅票子資產，他不全換綠票子，他也換什麼歐元，对不对？他换这个亂七八糟的，那也可以啊。這玩意怎麼說呢？那就複雜化了，就是你得掌握那麼多知識，對吧？儲備，你要知道為什麼這麼做啊，在當下這麼做是迫不得已，沒有比這更好的辦法了，所以才這麼做，是吧？配置一部分本幣和基本面穩健的非美貨幣，分散單一貨幣的風險。你看啊，這個思路就這麼個思路。那說到這裡啊，我們還補充一個最近市場上很火的事件，就是美國財政部搞的國債回購操作啊，很多人把它當作救市的奇招。簡單點說就是貝森特啊讓財政部出錢，從市場把長期國債買回來，想把長期債役的長債收益率給壓下去。但是這個操作啊，力度非常有限。一開始每次是20億，後來增加了40億美元，對比10萬億以上規模的長債大盤子，杯水車薪啊！消息一出來，市場高興一天，第二天收益率又反彈回去了。華爾街大佬叫德魯肯米勒公開批評貝森特的這套玩法。他說啊，現在的通脹還不低，失業率也挺好，財政赤字又高，長債收益率走高啊，本身就是市場在給美國巨大的財政風險在做定價。這個恰恰不是市場失靈了啊，就你政府什麼時候干預啊？是市場失靈了你才能干預，對不對？這個市場失靈了，你政府干預，你市場沒有失靈，你政府憑什麼去干預呢？你干預只會適得其反啊，這叫市場經濟嘛。你人為拿錢呢把利率摁下來，反而會給華盛頓那邊的政客啊一個錯覺，借錢成本又變低了，就這些政客啊就沒有動力去削減赤字、改革福利，債務問題只會越拖越大。而且這個財政部這個操作啊，本質是發行短期國庫券，拿到錢再去買長期國債，相當於把風險久期轉移。被很多人吐槽是財政部版的小規模的 QE。如果市場認準政府一定要死磕某個收益率，投資基金就會不斷試探政策的底線，對吧？它就阻擊。我舉個例子啊，就是我們的紅綠市場，政府關心3000點不能都跌破，那好了，那很多聰明錢就是對吧？當你跌破3000點的時候，他就買，跌得越多他買得越多，慢慢買。好，那政府就要救市了。一救市，等到你救到3200點，然後他就跑了，對不對？開始砸，那他賺錢了。好，等到3000點，他也不因為這些錢一跑，那個3000點他又守不住，又下來，人家聰明錢又進去，對吧？然後政府又救市，這不就變成一個對手盤嗎？是吧？所以說政府不能有態度，不能對具體某個點位是吧產生執念，你一旦產生執念，完了。到了3000年你就要救市，所以這些都是治標不治本。真正能解決問題的辦法是什麼呢？就是老老實實啊，削減赤字，就是花債。美國也一樣啊，但是美國花債也難呢，對吧？他哪個錢他都花，不花還不行。現在美國就走到一個很尷尬的十字路口，每年2萬億的財政赤字，債務雪球越滾越大。如果利率一直高位運行，再過幾年美債總規模很快就突破50萬億。光1年的利息就要衝到2萬億，留給美國的選擇其實不多，要麼犧牲企業和居民，把經濟搞衰退，壓制私人部門融資需求，要麼放任美元匯率承壓，通過貨幣貶值來消化債務壓力。
歷史上英國放棄英鎊的霸權，克雷頓森林體系、美元和黃金脫鈎，都是類似的先例。當然了，要走到這一步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我們要能確定的就是过去那種低利率纯美債的時代大概率已經過去了，以後美債的大起大落會成為家常便飯。最後我們再說說特朗普，對吧？特朗普他對記者說啊，我可沒讓貝森特啊去救美債，那是他自己一廂情願。你看看，黑鍋就是貝森特背上了。然後这個特朗普還說了啊，化解美債啊，只有發展經濟。誒，他這句話說的沒毛病啊，對吧？要發展經濟，你把美債降下來也挺難降的。你說看哪一塊吧，他每一分錢他都有出處，對吧？都有預算，花在哪兒了？你說哪個地方能砍？你砍哪一塊都有人不同意，是吧？好，那特朗普說那只能發展經濟啊，經濟發展了，增速快了，政府賺錢了，是不是？那1個億的利息啊，1萬億的利息算什麼呢？你一年政府賺5萬億美元，那不就行了嗎？债不就越来越少了嗎？啊，這是特朗普說的啊。然後特朗普說實在不行啊，美債實在不行，終極方案不是美聯儲印美元啊，終極方案是美軍。特朗普說啊，我們有很多干預方式啊，終極干預手段就是我們的軍隊啊，如果需要我們就會動用美軍啊。這當然是特朗普啊胡言亂語啊。美債之所以成為全球啊這個大家都需要的資產，流动性最好的資產，那不就是因為它的信譽嘛，美國的經濟實力嘛，對吧？美元的這種清算體系嘛，要不然誰去買你美債幹啥？你用軍隊解決美債，那不就胡扯嗎？对不对？那大家只能拿腳投票唄。最後啊，我們再說一說咱們的紅綠市場。哎，說半天对吧？說半天美債啊，實際上還是要聊我們的紅綠市場，因為我們的紅綠市場那肯定跟美債啊也密切關聯。哎，但全球的資本市場受美債影響大起大落的時候，那一定會影響到我們這邊也會波動，所以大家就要注意了。所以我一直說啊，這個下半年呢，實際上就是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賺錢，美債會不會破，會不會爆雷，這兩個問題啊，它交替要來蹂躪啊金融消費者，交替來蹂躪這個資本市場。那這個時候考驗我們紅綠市場的時候到了，我們的紅綠市場是不是壓艙石，定海神針？你看今天啊，咱们上證指數啊是漲了0.19%，0.19%，深圳成指跌了0.35%，北證50是漲了0.91%，科創綜指不漲不跌，創業板指數跌了1%，科創50漲了0.14%，你看都穩啊，就是主打一個穩，主打一個慢牛，穩，不要上蹿下跳。雖然啊指數沒動，對吧？是個就像一個老頭的那個心跳那個對吧？波浪線一樣。但是啊，今天金融消費者應該很開心，為什麼呢？4234家上漲，1246家倒車接人。唯一遺憾的啊，就是好像今天的成交量更小了，只有1.8萬億啊，比上個交易日少了1700億，說明這個籌碼鎖得更死了。那能不鎖死嗎？對吧？你1000億買的這個宇樹科技，現在它是600，那你說你怎麼辦？你不鎖死它，你幹啥呢？你還準備把它賣掉是嗎？所以這個籌碼鎖得更死啊，成交量就萎縮了。但是你看，4200家上漲，給你小彈一下，就看你走不走，對吧？不要給臉不要臉啊！我就给你彈了一下了，再不走，過2天它又下去了，对不对？這個日韓股市啊，那也一樣啊。這個隨着定海神針壓艙石啊，他們也被壓下去了啊。財聯社8月25日電，日經225指數啊收漲0.5%，你看看是不是波動變小了？只有0.5%。韓國 KOSPI 指數也是低開高走，因為受昨天晚上這個美股影響啊，它是低開高走。韓國啊 KOSPI 指數收漲0.68%，你看看是不是都是把它壓成慢牛走勢，对吧？得學一學啊，咱們的紅綠市場。KOSPI 指數啊，今天最多是跌了4.3%，下跌。指數啊跌4.3%，但是後來在咱們，對吧？
市场的帶領之下，它又回来了，收盤漲0.68%，哎，這就是咱們紅綠市場的起的作用，定海神針啊，對吧？壓艙石啊，如果沒有咱們的市場啊，那你日本、韓國這個市場那就沒法玩，已經完全亂套。總之啊，紅綠市場，金融消費者下半年有福了啊，就是一個字爽，刺激。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